各位，很感谢大家抽空来参加我生日会。兴盛集团这些年的发展，少不了你们的付出。今天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：我决定了，正式辞去兴盛集团总裁一职。现在的我，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我爱上了一个人。 每次看到他，我都会想起过去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。真的好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陪他走完下半辈子的机会。嫁给我。你不要答应他。史密特，他凭什么要求他？ 我的答案是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真的关心吗？你要问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跟我走。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跟你无关。哎。廖轩，米雪是喜欢我的。 你流血了，没事，走吧。米雪，不要走。雨轩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求婚。 为了他，你连公司都不要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好了，廖宇轩，廖宇轩，不要去了，要回来。哎，米雪，米雪，米雪。 好玩吗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？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不停的拒绝我，我还是厚着脸皮赖在你身边不走。对，我是喜欢你，喜欢到自尊都没了。可是我也是有底线的，我是女挥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宠。米雪，米雪，米雪，我不会再放开你了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想你有事情误会了。我拒绝廖宇轩，并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忠于我内心的想法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没选他，我就有机会。错过就错过了。 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怎么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又告诉我，你只不过是在做个试验鬼的游戏？你要怎么样才愿意相信我呢？
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。同样的，我也要告诉你，史密特，我是不爱你，请你离开我的世界。米雪，喂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好，马上传真给我。还被史密特骗了2000万，还进你的户头里。看你这一次怎么逃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房间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收集而已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不要以为利用完我就可以把我一脚踢开。我不是那种你可以招自己来挥自己去的那种人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还记得史密特骗走的那2000万吗？我发现他们原封不动的在你的户头里。如果警察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你不会有机会告诉警察的。你想干嘛？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对付你。说实话，你对廖宇轩的执着，我很欣赏。但可惜啊，我不是你的廖宇轩。不是。对啊，他已经死